我是祖叔我，是女湾的客家人。我屋企从小妈妈给台开始卖夜姜花的种诶，到我转来接手以后，也传到我的奶的已经第3代咧。女湾早期的时节咯，游路还顺便啊，旁边嗰啲田方啊，就种当多的夜姜花。阿婆呢，利用嗰呢叶来包装的啊，4天割无的时节啊，就可以来做点心。有特殊的香味啊，当薯粉呀，夜姜花係你台湾的原生种，佢冇乜嘅虫害，也冇噴乜嘅農藥。透過阿婆嘅年代吼，冇乜嘅豬肉啊，就用菜脯加一些嘅香菇，也冇乜嘅甜粉。發現吼，嗰啲夜姜花嘅頭嘅啊，來代替甜粉啊，食起來也唔會嗆油啊，有客家人嘅味道。夜姜花種嘅係女灣最有名嘅點心啊，睇人設置當好食啦。也地背吼，還有對上一代對師傅的感情，還有客家人的勤儉的精神。